受到少管化影响，塘市的国中、国小在艺班报名人数减少，其中的新民国中是向宣布讲要停招，家长是不满向机关申请。教育局是回应讲，今年的照常来招生，并个招生的好歹，才决定明年敢是要停招。汤月在音乐班招生的简章1月份出来，伫说明的所在有一大字写讲，新民国中113年度开始，音乐班无要招生，向停止招生，互家长是惊一条。这个停止招生的停书有真大的问题，影响学生的权益。家长提前是讲，因查某囝学的是古筝甲钢琴，而因兜上近的音乐班，除了新民国中以外，都是平顶国中。不过平顶国中的音乐班是以管弦乐为主。小朋友想要去报考新民国中音乐班，已经准备了2年的时间，几乎每天下课过后，还要去上乐理，上钢琴课、上古筝课，大概都要到9点10点。受到少子化影响，桃园市国中国小的艺术才能班，最近这几年报名的人数减少，其中以音乐班上较明显。新民国中嘛承认讲招生有困难。教育局表示，新民国中连续5年招生无达到10个人的标准，并请专家来学校辅导，发现改善的空间有限，才会召开相关的咨询会议，决定在113学年度开始停止招生。国小的音乐班比较少，国中音乐班比较多，所以其实在生多粥少的部分，其实招生上真的很困难。在教育部的规定下呢，因为我们每3年内如果连续3年招生未达10人的话，是要被列为追踪辅导的对象。对，那新民国中因为它已经连续5年招生未达10人。面对家长的疑虑，教育局答应讲会看113学年度招生的状况，若是抑阁无好，会伫114年停止招生。学校内底现有音乐班的学生，会甲因服务到毕业。新生若是有想要读音乐班，会当选择附近的平顶国中或者是内地国中。校长嘛回应讲，会搁较大范围来招生。未来除了锁定各校的音乐班，嘛会针对有音乐社团各校来加强招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